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为到鼓励我哋乐队嘅后生嘅，可以我哋了解乐队嘅文化。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以推广嘅一啲乐队后生中嘅队，伊希望讲透过有应对嘅方法，可以俾我哋乐队嘅学生嘅，从我哋客家文化、娱乐、产业地方去接触。然后可以进一步去认识我哋客家文化，还有进一步去参加我哋客家嘅公共事务，我哋培育我哋新时代嘅客家人才。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都係有參加我哋六隊後生中嘅隊林君勇來到現場，我哋馬上歡迎阿君勇來到現場，阿君勇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新北嘅林君勇阿君妹。阿君妹，其實我哋唔係第一班認識，然後因為我哋提供即係以前我從頭對我哋咧福起來啦，佢以前咧運動嘅單元，和全部係去主持嘛吼。佢從我全部嘢講，當初一開始都喺客家電視台工作下，還是講有配咧工作過？因為喺個我大學畢業過後，過順勢路前度條路，我係先去到台中做記者、做主播。我因為自己係客家人，我要讀大眾傳播學系，我要專攻新聞組，對，所以其實我喺學校嘅時間，過上嘅到客家電視台做記者，故做有100看到客家電視台在徵才。然後我就去投履歷，對，然後過後路過順勢到客家電視台做記者。不是，其實這一開始唔係太好嘛，係學大眾傳播的啦吼。係。咁到其實怎麼想要讀大眾傳播呢？因為這也可以跟小時候來講，迄路閒暇時間路陪阿公看新聞，如果同阿公。君啊，漢擺有可能睇電視後看到報告新聞嘛？故說有幾發可能會影響我過程，我就對採訪啊，還是媒體這一塊路過有興趣。嘿，睇高中的時間也有做一些很多採訪的一些，就是參加活動。對，就慢慢的對採訪媒體這一塊，就慢慢的有就是接觸。可是我問你想講，我相信阿公一定講過幾多願望啊，譬如講阿舅媽，你係咪可以去做歌星啊？阿舅媽，你係咪可以去做戲啊？但是我想，你這個本身應該對新聞也可以嘛，係個有興趣啦。因為我都不想講，對阿公阿能講啊，伊有興趣，你看頭都是講高中的時間就開始會去做採訪嘛，咁太學阿能開始念傳播時間，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傳播到底在上乜東西？也係課內都係在學乜東西？其實我是讀台南嘅長隆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然後我畢業專題就是專攻新聞組。不過大一、大二就是我們學得很廣，可能有一些媒體公關啊，還會用那寫新聞稿，還是說我們有很多個法通，像係可能影展啊、舞台劇啊，還有迎新活動等等的，就是我們可能慢慢的。大概大一、大二、大三就是先看的因為興趣睇哪位，然後在大四我們才專攻，看你都得想要選哪一個比較專業科目，然後我就是選新聞組。嗰種唔係人講台中傳播出去錄一天行新聞、做新聞也快，其實一般有幾多位兩位的東西。對，有的人錄拍片啊，拍影片破天涯，還係有的人錄專攻可能媒體公關，然後有的人就是可能就從來錄做記者，其實我們的領域幾多年。嘿，可是你這個開始行太三太四去家庭做新聞的時間，可是阿公嘅記法還是有留在心底邊啦。有影響到我。有你聽無阿公睇電視行底邊看到愛睇嘅地邊播新聞。真嘅。問題係貴做要講台灣貴多做新聞嘅電視台啊。我特別先一啲講客話咯，因為講客話那一台嘅。講國語嘅幾多台啊，而且還有嗰種娛樂嘅啦，專門講專業新聞嘅啦，有得講是咧嗰種講影視新聞嘅啦。對，因為嗰邊路過太條，講客話路過客人，當初我想講，我要專門行業嘅客家新聞一條路。唔過我覺得可能閒些啦，就是影響到我過程，就是我自己就是很以客家人為榮，又去搞黑客家人。故說太後嘅時間，其實他們有一個那個，就是一個可以本太家去實習。不過那時候我就沒有，就是得到那個實習機會。故說太後生嘅時間，我就那時候就很想要，歸想要入到客家電視台，因為路上同埋講嘅去搞黑客家人，又好也嘅新聞組。其實我就是。
很想要，就过上的路，你都客家天使台。你其实我希望讲，你睇客家天使台底部，把这个学嘅东西用客家方法，用无论用我哋行业的视角哈，去展现出来。可其实间，你这个你客家天使台有乜个抱负？有乜个想法？抱负啊，其实就是，其实当你都采访太太细细嘅法通，其实我觉得每一天都是你都睇好心，因为你采访嘅法通可能都冇读到过，还係看到乜嘅新闻，我會用過短嘅時間，本大家啲。可能也法通都代替做乜嘅，也件事情都代替做乜嘅。韓國唔要做的許多個體嘅客家莊，同菜體嘅文化、菜體嘅法通本大家啲，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好的一個，就是讓大家本韓客當然看到我哋嘅客家。要做嚟同人講，你看我哋新聞講，對啊，我都真經要歸去路帶我嘅筆電，帶我嘅電腦路，不用本我阿公看，我真經要睇天使風嘅。阿公我講。剛才話要聽嘅眼膜，都但係要慢鏡咯，係啊。唔係眼膜要散嘅嘛，聽得做新聞冇愛看，聽見衝過嘅冇愛看。我衝過唔好睇咯，係啊。咁要啲散嘅可以做戲劇安尼嘛？挺難嘅，挺難嘅。那種這個，譬如講用一啲等於係正口版嘅畢業生嘅吼，你去做一啲客家新聞，你這個感覺到講。唔等到客家新聞同一般嘅新聞有乜個差別嘛？比如講，我哋要特別講對我哋客家人嘅文化角度啦，我哋嘅民俗嘅角度啦，去看入嘅新聞嘅介紹嘛，啊呢個部分咯。其實講客家天使台，聽說係嗰度客家嘅法通，我哋聽說都唔會去採訪。如果講真嘅，出題可能有嘅時間也可能採睇客家嘅法通。其實其他嘅天使台就可能都唔會來，不過我哋客家天使台都會去到現場，然後去到現場採訪，不大家啲今年係發生乜嘅事情，乜嘅法通，韓國我哋嘅配音嘛，一聽到要用客家話來配音啊，都不大家啲，不過客家話有很多的腔調，對，所以就是每個人都不同的腔調來，就是來配這個新聞，不太自家啲一件事情一件法通。係因為其實我哋客家天使台算是係服務我哋嗰些族群嘅，我哋客家人嘅族群嘅一個天使台。嗰時變成一個天使台嘅一個角度啊嘛，都變成講，譬如可能因為講也係一個西法通，但係對我哋嚟講也係客莊嘅一個台法通嘅時間，也變成都會客家天使台一定要去採訪。我聽見都講，比如每一個法師都幾平凡，有啲會太普強啊，有啲會油瓶啊，有啲會係海陸強啊，大部分都西安強，但是如果睇無強嘅時間，用無強嘅強去講法，都起碼講無強嘅強調嘅客家人都可以去對客家天使台節目地步都可以去接觸到有無強嘅時間。那種睇嘅客家天使台做幾久啊？差唔多2年啦吧。2年啦。咁後來係因為乜個原因過來咯？為愛走天涯，這也是其中一部分。因為我知道，這個係南部嘅聲音咧，就是我自己其實沒有很嚮往北部嘅生活。我嗰度嘅同學邊個過後都講，我聽說去到台北打拼啊嘅，不過我係因為客家天使台睇台北，我爭去到台北。對，如果講到愛情嘅一部分，因為嗰時間我男朋友也係老公誒，伊睇高雄，我睇台北，然後就是交通費就是很貴，我有算過，我差不多2年lang嘅高鐵錢超過4萬元。差不多係啊，你一個是唱嘅高鐵 VIP 會員。真的，因為100路3000元，然後2年，然後就算下來超過4萬元。然後算過我2年那個貴盤我那個高鐵票。不是我嘅拼機嘛，吼，一天80萬元不容易。係啊，因為上我自家喺南部生嘅，還係上我貴到南部安尼。其實台北冇咁錯機會貴到啦，但是啲天氣都講生活壓力貴高。然後天氣都講，因為我哋喺睇台北係一定係住屋嘅嘛，吼，嗰時其實用嘛係嘛住唔到一號嘅屋嘅啦，因為其實台北咧真係是房價物價全部都貴貴，係，嗰對我哋鄉下人來講，習慣嘅嗰種睇屋嘅透天厝啦，嗰種睇屋嘅人，所以有時就你會發現哦，禮拜六、禮拜日唔記得走嚟了，係都你看電視都衝過嘅，然後都回來，都一啲房間都另外啲房間。安尼曬來曬去，嗰時幾時間睇台北都算最好入嘅一啲客家，又還有去做新聞嘅工作，但是因為生活嘅關係，其實還是都
打算入过来过来南部，过来南部呢，迄从事哪个工作啊？过到南部俺就想要挑战某项用嘅工作内容。其实没有过到嘅记者路转公关，对，然后嗰时间俺路去到高雄有一间国泰嘅游乐园同一个百货公司路做媒体公关。路明年我表演嘅烟火国泰嘅烟火对，一间游乐园，嘿，俺路去到也做那个媒体公关，然后嗰时间就是我变成。我会加速采访，然后我就变成有发通的时间，俺路当发言人，对，然后嗰时候俺路讲以前喺俺拿啲卖股采访骗人，然后路变做骗人来采访俺，路角色路冇强用诶。但是问题以前吼有采访过骗人，嗰时候今日俾人采访嗰时，应该我嗰地讲其实骗人上唔讲乜嘅东西吧？嘿，路讲重点，因为新闻。播出的时间不会过久，不少都讲重点，讲那个重点，然后有的时间路会听书记者问题，因为民众来鸦片调啊，问也好高吗还是什么的，然后也记者路会酷死，很有酷死，他说你怎么很会问问题，还蛮给我说哦，我以前没系记者。对啊，嗰时虽然我唔像即係講，嗰種專去我哋咧媒體嘅公關啦，哈，但是因為你以前做過媒體。嗰時候你即係提供媒體都到外碼嘅東西，嗰時你即係唔會講幾多垃圾嘅花，對，重點都提供，因為我哋講時間如果差唔多30秒嘛，好，30秒嘅新聞，嗰種做好嘅話，其實最主要重點就馬個講啊，其實人家媽唔想提供你即係乜東西，而即係可以拿到嘅部分拿到，聽見你講，真係有時間我哋記者朋友會摸下，有時像我哋啲新聞，可能啲人冇兩個人，如果要協商要訪問啊，嗰陣唔可以聽數一定去訪問朋友，如果安排啲人。比訪問，對，都先 say 好了，快很準。其實有啲真係你最好嘅公關，你比如講，唔係講唔能來採訪啊，係係讓我準備好，俾人個腳嘅去完成人家工作。係，我們超。然後係咧，係我哋都代表市場。對。係啊，嗰個等於講人以前嘅工作嘛，係聽書講，後來嘅工作，咁後來嘅工作幾耐要做下？人家我就是算辭掉，結婚過後，如冇做媒體公關，然後就做幾多嘅主持人，如可能有那邊有客家嘅法通啊，還係一般嘅法通，如做客家主持，人，係韓國像我哋客家電視台有嘅節目嘅採訪啊，還係配音樂的，如有來聽書啊。就是陸陸續續還是同我哋客家嘅傳播媒體還是有關係啦。係，好像離不開客家，因為客家心啊咧，係啊。完事阿公嘅一句話，俾我哋阿娟咪慢慢地行到一條我哋客家媒體一條路。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咯。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林娟用阿娟妹同我哋講，而呢啲阿公嘅計劃，慢慢地行過我哋客家媒體嘅工作。我想問阿娟妹吼，即係你即個過來南部，後來一結婚你都冇做嘅公關嘅工作㗎嘛？後來你即係話要接乜嘅工作嘛？然後就有加客家主持法通啊，然後就是還有一些客家有嘅可能會配音節目嘅配音，還係。節目嘅採訪，就是其實這還是同客家有關嘅，係啊。我想問一下吼，其實這裡講我哋幾人強人國語嘛講，好你好講我哋華語嘛講，啊要上嘅嘛可以講。我想到講，講算我哋講面向高發一些，吼，我哋國語嘛接吧，吼，嘅華語嘛接吧，然後因為我講其實客家話嘅發通啦，其實還是夠少。唔知我按一心上的去常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其實我覺得，這種應該從小啦，就是蠻細我哋母卡嘅家庭嘅關係，像我過去阿公母卡，一路同我講，過到母卡就會講客話，唔好講國語，講國語係聽冇啦。其實阿公咩聽嘅事，阿公爸爸媽媽咩蠻細路鼓勵我同姐姐路講客話、學客話，阿公韓細咩係都參加客家嘅。演講比賽，反正都喺度參加演講比賽，就其實路係從細慢慢的影響，然後就是都有睇講客話，然後自家咩想會來推廣客家嘅一類文化一類事情啊。因為我係完細還是第一啲
用讲咯，讲客话要变人挂牌的人台地步，所以安尼讲出来，太用个太低，迄某个人台人咧。但是我哋万岁吧有安尼的情形，可是偷偷阿舅妹偷同人讲，因为什么伊在客家人迄个鬼叫我是其实。我这时候感觉到讲起鸡马片，对吗？因为我像我哋以前万岁可能有安尼背景的关系，其实我記得我哋有同學睇我哋國中、高中嘅時節，伊哋會因為講客家話係伊哋過落後嘅事情，可是伊哋會像有的人都故意把也發音捲舌捲得很標準那樣子，係我感覺到其實媽咪講唔好啦，但是媽唔好講因為講客話都變成伊哋過唔好事情，但是伊邊個哋都講爸爸媽媽唔到堂嗰隻發音，嗰種我哋咪是一定要講客話，學我咪講為過吃人，但是你看今日來發現講，你過吃人都因為講因為講變迄個客家人迄個過講好事情，我都感覺到真是也幾年的客家語言去推動嘅要的事情，講我哋沉浸式教學啦，或者是一個母語教學，我都發現講真是睇阿舅妹成堂我都真係看到也要講好，聽伊講。然後客家話是在講個鬼吼，像唔咱嚟參加安度發通啦吼，有乜個影響鬼什麼事情？尤其是以前睇客家電視台做記者嘅時節，我都有看過嘢客家婚禮嘅發通，嗰時候我都很想要參加客家婚禮，我都知道這個係客家人應該會真正的體驗到客家婚禮到底是怎麼一個體驗，對，然後我都同我老公講。我剛好2019有一類就是客家婚禮活動，我問想我天天我去他參加，他也很支持我，就說好，我們就一起去報名客家婚禮。對，然後那時候就是他，最後只有取5支隊嘅新人，然後最後很順利我們就錄取那個客家婚禮。對，然後錄本台家體驗到，真的客家婚禮有什麼就是一個儀式啊嘛，給發通啊，像係一開始都有客家白銀嘅迎親隊伍，然後還有帶路給，就帶着我們就是進場這樣，然後又做的也客家改良式的太慶衫，客家禮服安尼都歸講，然後發通過後又有客家宴，都本台家來是客家嘅美食，就是它一連串的客家嘅婚禮發通，每本台家來。地地說客家婚禮到底是傳統的婚禮係做乜嘅？韓國伊咩唔單止係漢人做得參加，像我呢，我記得我們那一隊就是有外國人沒有來參加，對，所以就是我覺得也係發通幾好。可是幾時節的時間，等於個幾多人報名？因為係幾多名，因為你就要講到通50倍嘛，對，因為還要寫很多繳很多資料，對對對，跟你客家淵源是什麼，對對對。哦，你把它講客家淵源哦。對對對，他其實。但外國人想講啦，講我的祖母是客家人。但係問題可能伊個食的係客家人，係啊。佢就係客家人，我都講伊可能真係過好客家文嘛，嗰時伊結婚嗰時，一天用客家的一啲方式來結婚。佢就嗰種講，一開始嘅時間，都用我哋扮演一場嘛，哈，還有帶路給嘛。好，然後你做太緊張嘛？其實這個難點呢，因為嗰度時我都希望講，唔講很樣嘅婚禮，但是我一定要做白紗。可是我就好喜歡，因為我選那一套愛去咖啡櫃假衣，怎麼樣？哇，很漂亮。對啊，發通過後主辦單位美國用心，還有送嘢，就是客家婚禮的證書，然後還有一相片，有同大家翕相，還有一般人嘅禮券送本大家，然後所以嗰時候我過後都會鼓勵大家，我親戚朋友，我說你去報名也發通真幾好，我講喺我結婚我冇辦法參加嘅，冇我還想要去報名一次，報名一次，係啊係啊，可能聽一年呢嘅獎金都有2萬元咧，可能哦。但是至少這個我感覺到講，其實人生最重要的態是結婚一件事情，能用客家的一種禮俗去完成。對你來講，可能如係的，我講唔單止講以前係完成阿公的心願，其實係應該係完成這個一個什麼一個客家人的心願啦。嘿，其實就是像過後我自己辦婚禮的時候。那我也是，就是其實我的婚禮也是很充滿客家，就是我的喜帖，我也是選那個客家花布的。韓國我的婚禮小物，我就是送那個客家花布袋，底部就是裝那個小禮物，然後送本大家。然後我的婚禮又請一個客家歌手李彥峰，以前沒有人送過客家天使賽。嘿，我都請伊，因為他是我學弟，我就請伊唱客家歌、客家情歌。就是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生活就是。
融入很多客家，还有俺去嘎呀，他这个包包就有随身带出去，然后俺朋友看到说你真的很客家哎，就什么都要客家，就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客家周边的东西。但是我对人家生活来讲，假如人家带人出去，我因为讲，我唔会觉得讲，嗰種鬼古板的感覺啦，因為如果把現代，因為如係啲現代嘅細模嘅嘛，嚇，現代嘅人同我哋咧傳統嘅東西做一啲幾好嘅融合，而係其實如我哋以前嘅古我哋以前嘅傳統文化，讓我去聽到我哋而家生活地位，好好去表現咧一啲最好嘅一啲力量。嗰種變成講，像我哋睇咧推廣一下客家文化時節，因為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我哋咧。6隊後生中嘅隊嘛，嗬，也唔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乜解就6隊後生中嘅隊啊？其實也係發通路係鼓勵全台灣嘅後生人行出來，行到6隊，看6隊嘅文化，行過6隊嘅歷史文化。嗰時候講正經嘅，我自家係屏東新邊人，不過閒時嘅時間我都冇真的很。那個走到6隊嘅客家莊來看我哋嘅6隊嘅文化到底係乜嘅，嗰時候也係發通路鼓勵後生人來認識我哋自家嘅家鄉，都唔單搶6隊嘅聲音嚟，都全台灣的後生人都做對來參加，來好好來認識我哋6隊很多很美好的一些歷史文化。如唔單止係6隊嘅聲音咧，唔單止6隊嘅後生誒，好，反正全國嘅後生誒，你只要對我哋6隊客家有興趣就可以來參加。因為其實我哋係我這個嘛係6隊嘛，可是我凡事就像同阿喬妹講嘅樣，我哋有時節我哋可能能認識我哋附近嘅啲環境嘅人，其實我哋對其他隊，譬如講美濃啦，嚇，我哋啲新北啦，因為我哋係女輩嘅新北家庭對我哋嗰種所以咧個人嘅地方。然後我哋嘛唔係講啊，以前嚟家當嗰邊爸爸同我哋呢輩完全冇同樣，甚至特別咧昨天嚇有乜個特色，有做乜嘅物產，其實多少少同我哋呢輩嘛冇同樣。嗰種你一擺參加嘅人隊差唔多係1舊嘅時間啦。6年5夜。6年5夜，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個6年5夜係點樣嘅安排？其實一天一路帶大家去到我哋屏東嘅6隊客家文化園區，它算是就第一天的開業式的活動，然後都帶領大家來認識我哋園區啊，還有我們一些展覽活動，還有沒有邀請採體嘅業者，還有採體很多個客家前輩，沒有我哋嘅哈比飛嘅總管來同大家分享，同大家鼓勵，天一路同本大家來認識也係活動都帶體做乜嘅。過後路會帶我哋去到行一到我哋嘅6隊嘅客家莊，然後看採體嘅很多的歷史古蹟啊，然後還有採體嘅產業。其實6隊沒有幾多嘅產業，歸大家來認識，很值得被大家來看到。然後過後沒有幾多嘅講座，有請可能客家嘅歌手啊，還有幾成功嘅業者。來回到家鄉，同後生人來分享伊成功嘅經驗，還有沒有幾多嘅自家 DIY 的活動，自己體驗的活動，對，然後都本大家比較可以深入的來了解6隊嘅文化安樣。對，如果唔單止講我哋嘅娛樂、我哋嘅產業、我哋嘅文化推示，還有我哋嘅人，好，多同我講嘅方，唔講我哋客家嘅官員啦，無論我哋喺6隊地位，哦，而係啲佢有功成名就嘅人。咁從入去6年5夜發動地位，你即刻有個影響過什麼部分冇？譬如講人啊，無論引起到那片感覺到，我很神奇啊！其實我路有一個客家歌手顏志文老師，一路係屏東新兵營。其實以前就知道顏老師這號人物了，對。然後那天就剛好有一個講座，路有請一來彈吉他、唱歌本大家彈，然後還有分享一個創作嘅理念啊，創作這條路。嗰時候我路會後時候我路有去跟老師打嘴鼓，說我咪係屏東新兵營，然後形容過有喊幾多新兵在來請我聊，其實就是遇到同鄉，然後又經常又跟我們分享幾多嘅經驗，如歸反應安樣。咁像咱嚟接觸參加6年5夜嘅一啲營隊係有乜嘅想法吧？歸感動，因為大家有幾多嘅後生人都想要來傳承我哋嘅客家文化，我至少他們願意踏出第一步來接觸我哋嘅客家。不然就幾多人都說然後後生人都唔會講下還是什麼的。就是我覺得大家至少願意踏出第一步，然後跟大家同我哋嘅客家前輩學習，來認識
我俺们六队，其实就是整个活动下来就是很充实跟感动安尼。留言5月尾6队后上中的队的时间虽然过短，但是留本啊等的后上的感动还过大的。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买过多个精彩故事哦。翻古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阿喬妹同我哋講6隊後上中嘅隊嘅伊個故事。我想問一下阿喬妹，像你6隊後上中嘅隊，頭有講到，由於佢係18歲團係鄉下嘛，伊即個係哪片人啊？伊嗰種係高雄，不過伊可能冇乜嘅會講下吧，不過一路高雄嘅來參加也係發通。你上咗認識啦客家嘅6隊客家文化。咁像你即個睇下6年5月尾嘅發通地方，頭有講到講，我哋要看到無同樣嘅嗰種文化啦，嚇娛樂啦，嚇然後我哋咪要現場嗰種6隊嘅名人嚟同人座談。咁除咗呢以外，你即個有影響過什麼事情？其實俺們就他們除了有唱那個葉子啊，還是什麼同大家分享經驗，沒有本俺們自己就是親手來做 DIY。俺們如果有去到內埔菜地伊個業者，伊喺做烤茄哩嘅，伊個 cocoa， 其實屏東嘅 cocoa 都貴有名，伊個品質都貴好。啊，伊如同大家來分享，伊係用嚟種 cocoa， 伊種嘅果茶，啊用嚟做變做烤茄哩。嗰時候伊如有本大家來自家做烤茄哩，做睇如做得帶貴去本自家就自家試安尼。嗰時候俺如做也係發通貴好，就是他唔單淨係講本大家聽，伊如本大家自家做有很卡有印象誒，嘿啊俺哋又去到面咯。有做嘢，有自在嘅，我自家買唔係幾好關啊。對，就是伊如同大家說嘅閩南嘅有自在嘅歷史文化，韓國咩本大家來自家通俗來把自家嘅作品嚇，俺如寫6隊後上中嘅隊也係那個作品。咁我哋頭都講嘅兩個東西，一定係有自在嘅，一定我哋係新嘅客家產業按照考起嚟。你這個很容易看也兩個產業係，你這個因為講自在嘅可能我哋明白講自在啲嘅人可能都相當我哋咧6隊嘅面容嘛。咁然後講考起嚟咯，考起嚟唔因為係咩客家嘅產業吧？其實講考起嚟應該係應該係廿幾年來睇6隊 cocoa 睇6隊，就是近來近數到大家嘅從事，唔單唱睇俺哋嘅台灣，貴有名，其實到外國，就是他們也有外銷到國外。其實外國人每次到俺哋台灣嘅 cocoa 嘅品質貴好，嗰時候俺都知道，其實俺哋菜地嘅產業其實。也是有一個誘因，本大家可能可以回鄉回來，大家有這個可以來俺哋嘅6隊來做一個產業，做一類工作安尼，就是讓大家也可以認識俺哋菜地嘅產業。其實6隊嘅產業咩係貴好嘅，貴大地大家來認識。係，因為有問題嚇，我常常都認為講，乜嘅按到在地嘅產業，有啲人都認為講在地嘅產業一天都係我哋主攻傳下來，然後就在地嘅產業。但是其實你就會想到講，貴多個產業其實停頓人去到某個地方，好去到某個所在共用嘅生產嘅時節，都發展出來冇共用嘅一種生產方法。唔係講話以前我哋鹵姜啦、鹵翅呢種東西，嗱按到我哋6隊客家產業，其實6隊客家產業更加。譬如講，種檳榔上什麼？其實我哋6隊嘛種過大面積嘅檳榔啊，只是講其他檳榔對身體唔係講幾好，但是其他人更加有啲人係種咖啡，好，有啲人係種烤茄哩，我種可可，佢加種喺我哋喺我哋6隊嘅範圍地位種嘅，而嘛係對我哋嘅生活有乜關係？我嘛因為講，伊都係一種6隊嘅客家產業嘛。係因為尤其係講佢而家嘅從台灣嚟講嘅話，其實嗱屏東嘅烤茄哩，其實叫而家都發展得最好嘛，推廣得最好。而且有幾大面積全部聽我哋6隊嘅地方。嗰時候講，有人講，有喺外國嘅產業辦到可能係人哋客家產業咯，做乜唔係咯？因為其他新嘅時代地方，好譬如講唔係喺我哋新嘅6隊嘅客家人，你萬世都看到，萬世都有烤茄哩啦。也都係萬世伊哋成法啦，同埋也都嗰時也都所變成我哋客家產業，唔係講一天我以前主攻傳下來嘅，
那喺我哋客家產業，你看我哋咧製造嘅冇唔錯，更加冇人要帶製造嘅嘛，係啊，但是一路變成一啲新嘅藝術品嘅方法，好變成講，佢伊能算是個考級你都唔算啦嘛，其實按你講嘛唔錯。不是你變成講，像我們嚟講，像只一啲新嘅，按你講我哋客家對客家嘅一種新生態啦。唔即係用我一看，唔即係新生態去參加我哋咧，不然講唔係講我哋咧對公共事務啦，無論我哋國家公共事務，唔用我用一啲客人嘅角度去參加用嘅安尼公共事務啊。我知道其實我係自己有也心，就是我對客家嘅事情、客家嘅法通，我都會有興趣參加。我知道也下可能咩會鼓勵大家行出來。我覺得客家文化有時候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傳統、比較硬一點，對。然後我覺得應該要把它比較有趣化、神奇，還就是鼓勵嘅方式，本大家來接觸我哋嘅客家文化，像我老公好誒，然後我就會鼓勵他來學客話、談客話，連我那個客家就是我的迎娶啊，就是貴州屏東嘅新別嘅老母。然後他還就是我要他講說，我係客家細路，我會來桃林軍用，就是我覺得就是可能家人啊，還是什麼朋友之間，就是鼓勵他們來講客話，然後以有趣的好玩的方式，然後我養形容嘅時啦，唔講客話我都冇出現。係，我講客話哦，當做地同嗌哦。其實那你講冇錯咧，嗬，其實變成講學客話冇都接觸到客家文化，唔好變成一啲關嚴肅嘅事情。係冇。變成關嚴肅嘅事情嘅時候，人家都感覺到嗰定價，後都感覺到啊，有嗰種鑼鼓語啊，有嗰種鑼鼓嘅嗰種條文。但是你所講嘅，其實我哋可以用規法拍，係個神奇嘅方法，把我哋客家嘅唔講係花式啦，嗬，叫客家話啦。客家文化去融入我哋一般的日常嘅生活裏邊，比如講頭都講，其實結婚我如果用客家呀，好錯冇，開始冇唔錯啦，其實我哋還是要捧花冇。哈？有捧花冇？捧花有啊。有嘛？有捧花係啊，但是你至少你喺做嘅一啲我哋改良是在客家太緊上，好冇？然後你要欣賞，我以接唔嘅時間，一聽用客家話嚟講啊，起碼我都拖阿卷，我希望我都冇注意。對，嗰時候我都會鼓勵我嘅，可能我老公睇講客話，就講嘅唔會過髒，他也係以前會是包誒，牛皮嘅，就是這簡單嘅客話。唔過我都鼓勵大家，像我這個聲音咧，也係喊佢寫，因為就是慢慢的聽客話，我也會教他說，就是簡單的幾句客家話。唔過我都知道會用鼓勵嘅方式，因為也係講真嘅，可能我算後生還不會講客話嘅，我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唔會講誒。嗰時候我覺得大家有那個意願來學客家話，我們就要鼓勵大家，因為有啲人可能就會說，講嘅唔髒，講嘅唔錯，唔過我知道伊有也係心，想去學客話，我哋睇自家就都得鼓勵人嚟歡喜嘅學客話、學客家文化。因為比如講，你這個有也心嘅時間，我哋都來鼓勵。對。好，你講你這個人伊講，因為某個人也好，唔單止係講伊係人家老公啦，冇某個關係，反正伊有安尼心嘅時間，我都來鼓勵。好，唔好講你這個講唔髒哦，你這樣因為係嘅，你其實我就沒有興趣。係啊，人家都感覺到啊，嗰種觀念冇上嘅好啊。係都冇上嘅好。但因為吼，你這個還算是新一代嘅客家嘅後生啊嘛，吼。因為而家我哋講，我哋咧傳播媒體幾多，譬如講我哋可以有 YouTuber，我哋嘛可以有 Podcast， 因為有一種方法可以傳播嗰種屬土國家，好緬甸國家，有想過有安尼嘅方法嗎？有，我有也係想法。其實我哋沒有嘅後生人以前有向下來普遍，就是像同埋講誒，就是也下嘅 YouTuber 幾多，我哋有這個想法想要轉型，就是也下同埋講誒，用神奇嘅方式、好教嘅方式來本大家學客話，因為可能有時候大家想說，都得會用點學客話呢，還要怎麼學的才可以比較融入這個生活？就是其實慢慢的也有想說，自家就有辦粉絲頁，然後就是也有分用本大家，就是簡單的客家話，嘿，我用點學，然後就是未來也有想過播影片，然後本大家比較有興趣來學客家話。咁粉絲頁上面乜呀？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應該想啲啦，但是人家已經加嚇，叫簽唔簽橋嘅，我唔知簽嘅，但是加入粉絲頁還是可以加啦。多謝多謝。嗰時用喺粉絲頁上面你講乜嘅？
我的粉丝页都会分享我睇主持嘅法通，然后有的时间可能看到嘛嘅，然后可能客家嘅东西啊，如果搞大家，就是说也客家话会用能搞，还是说可能嘛嘅节庆到啊，圣诞节还是过年的时间，有一些客家的用语，我会简单的搞大家，会用能搞这样。那种人粉丝团刚刚那个粉丝页里边有乜人的反應？佢呢個唔係客人吧？因為嗰度唔係客人嘛，係人嘅種我哋嘅飛人嘛嗬。咁種嘅地方有嗰種不影響過什麼嘛？冇講嗰種感覺到，唔知感覺到嗰神奇嘅事情。其實蠻冇判規矩對，可是嗰度嘅可能我先生啊，還有親戚朋友都有鼓勵我，就說一般也發通同大家來互動，啊有本大家有機會，可能簡單嘅學下法，因為每次都按那個方式規劃，因為也下環境喺變化，然後大家都用手機啊，用網絡啊，可能冇比較少個需要看電視誒，古時候因為咩鼓勵也係用錄嘅方式來幫後生人學下法，其實也係方式未改好，我咩慢慢嘅在學習睇進步咁樣。咁對未來呢，你這個有乜個打算冇？其實未來我就是一直都很想，從以前都都同客家嘅做很多客家的事情，其實就是未來還是想多接一些客家嘅可能主持的發通啊，或者是其他跟客家領域有相關的，我都很有都很有興趣想要來嘗試，沒想誒用比較年輕用後生嘅方式啦，然後跟大家來分享客家，其實沒幾好搞啊，幾多蔬菜好料，其實客家中沒有幾多好吃嘅東西啊，都想要用自家嘅方式，然後分享俾大家呢。一啲文化傳承啊，嗬，除了用我哋嘅前輩佢努力嘅工作以外，其實最重要係我哋後生嘅願意接下去。我哋今日看到阿娟冇，伊佢努力咧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同時伊嘛願意，伊喺客家人喺度講教我嘅事情。嗰時我想我同阿娟冇阿公講，當初啲嘢講嘅話題冇，伊全部有記好啦，而且做過好。今日我哋佢感謝阿娟冇來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度對後生重要對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等下睇下前頭來影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唔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好，來通下來暖身，來讓瀑布愛哦，同身體來暖身暖起來哦。前面行，戀愛，你嘅手掌同你手掌合好嚟。喉嚨再打開，鬆下來，打鬆你腳，緊條。打鬆嘅冷鋪哦，夾嘅嚟。我睇。
强，在前面捞，一脚，这7条不重要哦，一定要把它暖起来哦，那我们疏松哦，弯片，再一次弯片，脚红了，掉。弯片，脚红了，掉。好，交叉。用起抓产用诶。好，来学动作嘅哦，準備好嘅呵。năng chạm năng đi phun chạm suy khí thân luôn欣赏通哈走哦。學會呀嗬，也步伐佢簡單哦。試看呢先，夾嘅嚟，停鬆嚟。加甩手哦。兩隻手。加油哦！學會呀嗬，冷不顧愛，要記得手要伸出來哦。再擺哦，踩點哦。準備開始來。加雙甩手。兩隻手不愛，輕鬆哦。再來後高腳，腳放來，骨下去，腳放來。鬆嘅腳數，夾過來，交叉，數交叉。後高，交叉，再擺啊，高手高腳，交叉。好，鼓來，能鋪，再來哦，我們來去上個動作嘅哦。能，一樣哦，踩點步，啊，更加夾鬆嘅數體啊，準備哦，將全景用嘅有數哦。腳數，臀嘅數，
数红来。好，四个叫数1、2、3、4，正拳4个。藤人欣赏同下做，弹动它慢慢的弹哦。勾拳，正拳，好不好冇？好，那移动的哦。1、2、3、4，1、2、3、4，跳4个，打4个，跳4个。1、2、3、4，跳4个，哈哈哈哈！啊，过来中间让步，好，动作好不好嘛？去跳起，放了一下的心脏。呀，那从头开始哦。记得踢的动作嘛，让步甩手。你身体面好来哈，开始踢捏哦，正踢开始。咱们欣赏扑下走。两只手，后勾脚，交叉手，再来go。踩点来，踩点，正拳，勾拳，正拳，留拳，你的动作有力的哦。好，准备要移动空间的哦，来，1、2、3，喊出来，哈，哈，哈，4个不爱，1、3、4。过来，起起，跳起。那个低压腿，你跟跳轻量哦。弯片。跟跳尽量靠近你的地板，好，慢慢的放出来，丢掉。记得背落去打出来哟。来，起起，跳起。
的动作，好不好吗？好不好哈？好好运动，俺能下次那个了。